哋係攤開晒條數俾你睇嘅喎。張曉明寫幅字，咁啊佢有錢佬俾幾多錢係嘛？喂，拍埋一支紅酒幾多錢，好清楚嘅喎。但係你肥佬黎俾呢幾千萬，喂，嗰個係一個黑箱嚟嘅喎，係俾人揭咗之後，咁你肥佬黎就話係啊，我認啊，因為我電腦俾人 hack 咗嘛，咁係咪？講呢啲係咪？嗱呢個咧已經係好不堪嘅啦，但係最不堪咧，亦都係呢啲咁嘅立法會議員或者泛民嘅政團，係咪？即係所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泛民主派接受呢個黎智英嘅捐款，咁如果話佢唔會對呢個金主投桃報李，咁老實講啊，3歲僆仔都唔會信啦。即係我做立法會議員，我記得不久之前喺立法會有一個所謂新聞自由嘅呢一個提案啊，維護新聞自由嘅提議呢個議案，咁啊其實每一年都有嘅。啲泛民主派嘅議員不約而同攞呢個即係肥佬黎嗰張報紙俾人抽廣告嚟講，係咪？喂，但係佢冇去申報，原來佢攞過肥佬黎錢嘅，係咪？喺呢一個咁嘅議題上邊，喂，你有利益衝突嘅，係咪？所有嘅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當你投票或者發言嘅時候，嗰個議案你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金錢利益，你就必須要申報嘅。你有冇去申報？係咪？我又試過有一次喺啲事務委員會裏邊，因為即係對上一次踢爆肥佬黎捐錢俾公民黨、民主黨嘅時候，我就已經喺個事務委員會話俾佢哋聽，嗱，你邊個收肥佬黎錢嘅，就唔該你申報，因為今日講呢個議題咧係同一傳媒有關嘅，係咪？喺呢個立法會裏邊，劉慧卿又好，毛孟靜又好，兩個係誓死捍衛呢個新聞自由嘅，擺出一副咁嘅姿態，亦都係誓死捍衛黎智英嘅一傳媒，係咪？大家都有眼見，所以民主黨攞黎智英好多錢嘅，咪大家亦都係即係其實心知肚明嘅啦，已經係咪？你見黎智英得閒就喂李柱銘啊、李永達啊，係咪？何俊仁咧就去佢屋企食飯嘅，係咪？咁當然啦，你傳媒大亨同呢啲即係民主派嘅人交往啊，我哋係無權置喙。但係我想講，今次揭發嘅即係幾位議員，梁家傑、梁國雄、李卓人，係咪？即係佢哋接受呢個黎智英嘅，即係個數額都唔係細嘅嗰個咁嘅所謂捐款啊。但係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佢冇根據議事規則做呢個利益申報，仲有個毛孟靜、涂謹申，一人攞50萬，但係佢而家唔認，係咪？嗱，我即係琴日咧就睇到黎智英喺佢嗰個網台節目度咧，同阿李慧玲講啊，咁呢兩個都有收錢，咁就好似係選舉經費嚟㗎，咁總結，如果係選舉經費，你就要申報添啦。當時選舉過後，咁大家可以睇下喺選舉即係佢哋申報個選舉經費嗰度有冇即係申報呢一筆係黎智英捐俾佢哋選舉嘅，係咪？當然佢又可以以形換影嘅，嗰啲錢俾咗個黨，咁個黨就再俾翻佢，咁都得嘅，係咪？嗱，呢啲咧就係話你會變成你完全呢班議員係毫無公信力嘅，大佬。政治捐獻有咩問題啫？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全世界都有㗎啦。但係人哋有政黨法，有政治捐獻法，受法律嘅規範。香港就冇，所有嘅政黨嘅收入來源咧，佢係唔需要話俾你聽嘅。但係政黨嘅收入來源唔需要話俾你聽，因為香港冇政黨法，好多政黨係用有限公司註冊嘅，包括民建聯、包括民主黨、公民黨都係有限公司嚟嘅。咁佢商業運作，咁你吹佢唔漲係嘛？就係因為呢個係法例嘅漏洞。你既然有選舉政治，你就一定要有政黨法係嘛？香港冇。好啦。對政黨嘅規範，你係冇法可依，但係對議員嘅規範有啦啩？你要申報噶嘛，係咪？點解你梁國雄攞100萬冇申報咧？係咪？點解你涂謹申攞50萬冇申報咧？點解你毛孟靜攞50萬冇申報咧？點解你李卓人攞150萬冇申報咧？係咪？你要申報噶嘛，係咪？喺呢個即係議事規則裏邊同埋議員嗰個利益。即係嗰個操守嗰個委員會裏邊係有規定噶嘛，好簡單。我做立法會議員，我每個月咧都會搞啲生日會，揾人贊助，現金嘅贊助。啲老友，喂，我
擺10幾圍，請啲老人家食飯，5000、8000、1萬，我全部喺個立法會嗰個利益申報嘅表格裏邊填晒嘅，係嘛？你一定要申報噶嘛。如果選舉根據選舉舞弊條例，喂，你超過1000蚊嘅選舉捐獻，你就要申報，係嘛？所以當然。